第一个，我要去买，我要去买，我要去买。比如讲，我要去买猪肉，我要去买猪肉，我要去买猪肉。我要去买豆油，我要去买豆油，我要去买酱油。我要去买包肉，我要去买包肉，我要去买玉米。第一个，呀，几多钱？呀，几多钱？男士演讲，呀，一多钱？呀，一多钱？这多少钱？呀，拍菜几多钱？呀，拍菜幾多錢？旁下男士演講。呀，拍菜嘅一多錢？呀，拍菜嘅一多錢？這小白菜多少錢？呀，翁菜幾多錢？呀，翁菜幾多錢？旁下男士演講。呀，翁菜一多錢？呀，翁菜一多錢？這空心菜多少錢？呀，角菜幾多錢？呀，角菜幾多錢？旁下男士演講。呀，角菜一多錢？呀，角菜一多錢？這菠菜多少錢？第三個機型，乜嘅愛幾幾元？乜嘅愛幾橋？乜嘅愛幾幾元？乜嘅愛幾橋？什麼要多少元？冇會愛500幾元，冇會愛500橋，冇會愛500幾元，冇會愛500橋。帽子要500元。哦，愛2000幾元。哦，愛2000橋。哦，愛2000幾元。哦，愛2000橋。外套要2000元。乜嘢愛50幾元？乜嘢愛50橋？乜嘢愛50幾元？乜嘢愛50橋？襪子要50元。哇！根本買東西騙唔啲大家所有老家私嘅合法，韓國門人家私呢種技巧，有攞佢學外嘛，韓外冇相干，從頭過來一擺，天錯有外嗬，韓國大家天錯繼續來關心，繼續去上其他課程嗬，而你嗬客家名錄學業係咪推出很多精彩？生活有豐富的課程哦，我係圖書中阿中國，我老大家講，將來了了，拜拜。